嗱，咁佢講咩呢條？呢條佢就話咧，依家我有6個數字嘅，就係呢6個。咁我要計個 variance，咁即係sigma 二次啦 ，ST 二次啦。咁嗱，呢個題我解釋過，只要佢有一個相同嘅嘢，20A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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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A，咁我就可以當個20A 消失咗，相同嘅先得。咁即係你依家啲數字咧，就會係好。咁我哋入呢6個數字就 OK 啦。咁嗱，記住我哋啱啱用完計數機就記住洗走啲嘢，mod1、mod4，係啦，咁你先冇錯。咁入翻3、5、9、11、15、17，好 shift 2。好，咁所以你會發覺咧個 sigma 係5嘅。好啦，答案係咪 A 咧？嗱，千祈唔好揀 A，因為你依家係 variance 二次方係要，咁所以二次方答案係 C， 5嘅2次。好，有問題？